台南出世的政治红仔图作家黄和平，17年来，不论政治现象抑是社会议题，拢用批评兼笑话的手法解画出来。最近，伊是头一届举办个人展，伊是希望透过展览，提供予大家无同款的思考角度。 伫白纸顶头用鉛笔甲头壳内想到的创意画落来，初步画好，再用乌线描一解，落尾传去电脑画色，安尼就完成一张红仔画。本业咧做室内设计师的黄和平，因为兴趣，对2006年开始画政治红仔册。17年来，伊头届办个人展览，不论是番内底，也是传染病等社会现象，伊拢用批判兼笑话手法来呈现。4格的漫画其实真的是不大好表达那个意境出来，可是他画得非常的一针见血。因为我是批判的角色，所以我不太希望去跟政治人物有接触，因为我怕我会因为有情感因素，我怕我会有偏颇，所以对各政党我都会用我独立思考的角度去批判。除了展示261张红仔画手稿，现场嘛会使看到北线菜顶传统文化作品，另外搁做一张政治成就甲门神。黄和平讲，要互大家思考，对戒严到呾的政治人物，敢无人互民众抱甲若神共款？迄个政治红仔结合文化的想法，原来是黄和平的阿祖是早期真有名的彩绘师黄爱，就安尼伊的创作风格嘛受到影响。不喜欢很清楚、明确的。 完全透露我想要表现的。本来会觉得他是严肃的，但是会觉得说，其实有时候当你遇到立场不一样的人，你也可以用很诙谐的方式。五花十色的图样配文字，政治红仔画甲复杂的议题简单化。创作家表示，用自由画图的表达方式，会使互人看到民主自由的价值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